有冇試過咧喺生命裏面成日都遇到一啲重複相同嘅問題，就好似無限輪迴咁？例如話咧喺感情路上面總係遇到相同嘅問題，又或者咧喺人事上面總係覺得咧同人哋格格不入咁啊？Hello， 大家好，我係心理學家吳志嫣 Natalie。我諗咧鏡頭前面好多朋友咧，你哋都睇過《破地獄》呢套電影啦。而套戲裏邊咧，其中一句令到大家都好入心嘅對白就係話：生人都有好多地獄要破嘅。咁其實你又有冇諗過，我哋生命裏邊咧有好多個無限嘅輪迴都係重複出現，但係咧好多呢啲嘅輪迴其實都係自己製造，而且咧同我哋原生家庭係有關係嘅咧。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咧曾經講出過一個心理嘅現象咧，叫做強迫性重複。意思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啲人喺細個咧冇好好咁處理一啲咧童年自己所經歷嘅創傷嘅話咧，嗰啲細個壓抑咗嘅情緒又或者情感咧，喺大個咗之後就會不停咁樣重複出現，變成當下嘅經歷啦。嗱，例如話咧，有啲人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不停俾屋企人批評啦，大個咗之後咧，佢哋就會變咗對自己好 harsh 嘅一個判官，亦都即係咧好似有個內在判官住咗喺自己心裏面咁樣啦。有一啲人可能會問：咁點解要有強迫性重複呢一個心理現象呢？原因咧最少有兩個。第一個咧係因為我哋好想咧幫我哋細個咧經歷嘅一啲事情咧去 make sense 嘅，所以咧喺我哋大個嘅時候，我哋會重複咧透過經歷相類似嘅問題，而嘗試幫自己 make sense。細個點解我會有咁樣嘅經歷嘅？而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重寫歷史啊。嗱，例如話咧，細個可能有一啲外遇家庭嘅朋友啦，到佢哋大個咗之後咧，咁唔好彩又會揾到另外一個咧外遇嘅另一半喎。原來咧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佢潛意識裏邊咧一直都好想咧透過自己嘅努力去修補以前咧大人冇辦法改變嗰段好不堪嘅婚姻。咁有人可能會問：喂，點樣先可以打破呢個輪迴啊？記住咧，打破輪迴嘅第一步，首先要知道咧自己輪迴嘅慣性。譬如咧，有一啲朋友，佢可能咧好多時候想試新嘢嘅時候咧，就總會逃避去嘗試嘅。咁個原因咧，可能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太多成年人同佢灌輸一個你唔得㗎啦嘅價值觀，所以長大之後咧，佢就無限輪迴啦。一想試新嘢就覺得自己唔得，然後咧就會逃避嘅傾向。咁所以咧，改變嘅第一步就係要知道，輪迴到底係啲乜嘢嘢。記得咧，一個輪迴之所以會持續出現，係因為咧個循環裡面嘅元素咧係冇改變過。所以改變嘅第一步，首先要睇到，然後咧就要好用力咁樣去改變一啲習慣，打破呢個循環，然後活出更好嘅自己。你有冇留意到自己嘅輪迴係啲咩嘢啊？不如留言一齊傾下。嗱，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你 like、comment、share， 同埋喺影片最後嘅 description，你會見到唔同嘅 channel，請你 follow 我哋啊！下次再講，拜拜。